众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牛天。今半日 Rita 而邀請大家聽連節目當中嘅來賓，共下來聽一下舞先，來跳舞一下。因為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個舞蹈家，同時今日係教育家，我介紹街舞、街舞本大家來熟悉咯。謝謝來歡迎楊乃老師。Hello， 大家好，我係楊新梅，我哋係愛楊乃，今日嚟教大家跳舞。哇，歡迎先生，老師你講話是動有發力的感覺，輕發跳的感覺哈。對。因為本身呢，你自家參加過眾多的比賽哈，征戰國內外哈，拿過嘅獎比哈，超過90隻哈，拿到台灣冠軍大概50-60次，有冇咁厲害？都講到我都謙虛了，謙虛了。要有你的戰績呀，哦，對，就是很愛，當時就是年輕的時候很愛跳舞，就很喜歡比賽這樣，對，所以才那麼努力，就很喜歡活在舞台上。哇，對，喜歡聽到大家嘅掌聲。哎，咁你從幾多歲開始跳舞？大概15-16歲。差唔多國中。哎，國中就跳舞。哎。爸爸媽媽唔會講你要去哪邊？要去哪邊？然後想說是不是沒有讀書？真嘅哦。這樣嘅。唔過還會跳。係。然後拿到台灣冠軍、世界冠軍啦！爸媽，我得獎誒，我得獎。得獎回來，對。嗰時候要按到去比賽啊，可能一下看電視嘅朋友會講，講到參加比賽要懂到去克服嘅障礙，尤其。國內比賽參加到嘅，語言又通，場域又熟悉，靠冇問題。如果談到去國外比賽嘅時節，完全就當成一個新人咁樣。對。那當時那時候就是去在國外的時候比賽，然後就覺得很緊張，就第一次就覺得哇，好可怕。就在國內比賽就覺得很輕鬆，在國外就很緊張，然後看到那些。以前熒光幕上的很厲害的舞者，對，然後上場比賽就一片空白了，對。你自己就空踢嘞，那怎麼辦？舞步不是很重要嗎？對，就是原本設定好的做好的招式，但是因為一上場就忘記了，所以就隨性發揮，對，所以就表現得這個差強人意。跟有本意印象同參嘅比賽係某個時節喺哪邊？哦，你說在印象很深刻的比賽是什麼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比賽應該是在這個2006年的時候，然後那時候是在台灣比賽，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跟一個很好的舞團，然後一起合作，因為我們想要嘗試第一次代表台灣出國，然後那時候就遇到台灣最強的隊伍，叫做 Formosa。哦，哇！你係我嘅朋友。對，就是因為那時候遇到他們，然後覺得說哇，那太厲害了，一定要想辦法要這個擊敗他們，但是真的很順利的，然後剛好打成平手，然後僵持不下。結果呢？結果我們就是最後延長加賽，就是差一票，我們險勝。哇！就是因為那一次，然後真贏到傻片，鋪咁鋪那麼久，結果衝唔到贏就走嘅。對。後來就變做盟友嘞，係嗎？對，就是因為那一次第一次比賽，然後後來就是 Formosa 的博鑫老師，然後呢就召集我們說，很想要為台灣爭光。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上到大型的舞台上，這樣子，所以後來就變成盟友了，我們就加入了 Formosa。對。結果這擺比賽你們拿到世界第3啊？對。世界耶。對，世界第3，就成為盟友之後，然後大家努力的訓練，然後那時候就為了要上台，然後拿到最好的獎，然後那時候就突破了台灣有史以來的紀錄，然後拿到了世界第3。哇，變做台灣之光哦！每從幾時開始哦？因為以前太講已經是講街舞的時節，會知道講有的會後上跳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年輕人他們就不喜歡念書，就喜歡成群結隊這邊跳舞。後來太講真正認識街舞，發覺講它是一個很好體能的訓練、毅力的訓練，個真正都在起到世界嘅舞台，而且可以抱回榮耀，讓大家其實更加關注，也是因為你們出國去比賽。對，因為其實，在早期我們在跳舞的時候啊，其實就是像我爸爸媽媽也是啊，就很反對啊，就說啊，那以後跳舞可以幹嘛啊？就會
坦白说就是什么，不懂辛苦嘛，是吗？就是很担心啊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很认真努力去拼，那也得了一些奖，所以开始就有一些邀约啊表演，对，然后后来也有些很多人就开始要学，也想要在台湾有得到一些荣耀，所以就开了舞蹈教室，对，然后也开始自己经营了自己的教室，那基本上那生活就懂好了，就变得很好了。本来是一个舞者哈，舞头家，然后变成一个经营者，也是一个教育家的角度去看舞头一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不同的面向这样子，对。因为本来人讲，跳舞还嘛个可能有民族，就是民俗的舞蹈，有芭蕾，有现代，有街舞，里面就会包含很多不同。其实全部是舞头的其中一项，都是一样，都是很美的，力与美的结合嘛。对对。故说今日啲节目当中，我同大家好好介绍下街舞分做哪几项诶。然后他们有哪一些很代表性的？为什么以前我听人家说女生啊你就跳 jazz 就好了？对对对。那男生那就要跳 hip hop 来当 big boy。刚一听黑暗的呢，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街舞有哪几种？好。那通常我们就要介绍街舞的话，我们就会讲到就是整个 hip hop 的这个文化。那 hip hop 的文化里面呢，那它的舞风又有分，就比如 hip hop。那 hip hop 就比较多的是身体上的 grooving 啊，或者我们说律动啊。譬如讲以压功法就变到安尼。hip hop 就是要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它的一个 grooving 是运动，不管是手啊或是脚啊，但是身体都是有一个 grooving 在的。对。那如果是从这个黑人的生活文化里面来的，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电影啊，那个他们的电影就是妈妈就跟着小孩讲话啊，或是那个做菜的时候都会在那边动，对不对？然后跳舞，然后再跟你聊天，对对对对，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常常在听音乐，很快乐哦，也就是 hip hop， 对，这就是 hip hop。那像我们在跳的就是叫做比较 old school 的舞风，大概有3种，那一种就是 breaking。那 breaking 就是会有一些地板动作，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啊，那个头在那边转啊，然后手这边支撑啊，然后单手啊，然后会脚在这边变化啊，这个就是比较 breaking 的，或者有一些脚步的动作啊，这个就是breaking 的部分。所以 old school 就会算是比较经典的，对，比较传统的一些街舞的类型。对，那还有像比如说大家常听到的叫机械舞啊，那就是 popping， 对，那就会有一些像这种机械这样。会有一些定格，对，定格，然后像机器人。其实你没简单呢，它其实需要蛮用力的。对，就是肌肉的正点这样。对对对，这个就是 popping。对，那还有另外一个第3个就是 locking。那 locking 就是它就是锁舞，大家常听到的锁舞，对，就这样。锁一个。很多就是手的动作，对，手部的动作会比较多。对，锁住就会讲它有点像是被锁住的关节锁住了锁住的锁舞，对，但它带来一个比较欢乐的感觉啊，比较开心啊，比较funk，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对。也就会传出来还 old school 的方面，对，那有另外别的是比较新潮的吗？对，比较新潮的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些比如像这个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new jazz 啊，那这些舞风这样子，对。那现在比较新潮的其实越来越多，就是以前比较我们 old school 的，那现在越来越新潮的，其实真的很多舞风，然后越来越多。现在连我都开始觉得，哇，原来 hip hop 已经发展到这么多的舞风出来。有融合当中某种的文化，比如讲可能有融入一些非洲的元素，雷鬼的，对雷鬼啦 ，Africa 啊这些，对，都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元素舞蹈都会把它融入在这里面当中。有演出同好去讲哈，请问我们要学跳舞，迄种生意哈，几多岁开始好，这样适合？如果是以年龄的话，适合其实就是放了音乐，小朋友会跟着动，这时候就适合了。跟差不多，1岁就都得开始来跳，只要他会站，其实他不会站，他即使他会做，他就会开始一直蠕动。对 ，baby 就会踢脚。对，其实跳舞的含义就是很简单，就是跟着音乐动。就是跟着音乐，然后有动作，它就是跳舞了。所以只要听着音乐，让他有那样的环境，他就可以跳舞了。那再来去慢慢再延伸，说他想要跳一个舞风啊这些，对。但是其实就是跳舞就是音乐，然后跟着动。不过有一个老师，我好像肢体不协调，跟勇敢三。我想的跟我做的就某用勇敢三呢。
有2个方法可以这个帮大家协助一下。这第一个呢，就是常常听音乐，然后跟着动，然后就是跟着音乐很自然的摆动，那这样子慢慢肢体就会慢慢越来越好。那第2个呢就很简单，就是直接找老师，然后他直接来帮你协助。那现在有很多的 YouTube 影片啊，很多的教学，其实这样子去看着这些影片来学，其实都很快的。哦，就会多看多练习安尼去做的哈。对。我欣赏你这个从10多岁开始跳舞，一直都还按冬年的时间哈。你觉得这个舞蹈对你来说产生什么样的很大的影响力？哇，这说到影响力，其实对于就是我的人生是非常非常极大的帮助。对，那我怎么说呢？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给我很多的自信心。这其实小时候也是一个害羞的小男生，对。那因为会跳舞，然后开始上舞台，开始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感受。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也教了很多小朋友。我有教过幼稚园的、小学的，那很多家长给我的反馈说，之前以前去学校可能有讲课，那或是在演讲，但是因为学了跳舞之后，然后变得很有自信，哇，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一个部分。那第2个是。因为在学跳舞的过程中，然后也因为这样拿到台湾的冠军，然后又出国看，所以会让我在人生中会一直觉得说，那我做事情就是要往第一的这个方向去走，对，就会知道说好，要我做事情就要把它做到最好。等于目标安尼哈，刚刚唐杨乃老师安尼分享哈，其实佢还有懂到啲故事，等下都真啦哈，唐先生嚟分享，嗰佢家業教育也嘅行列，要無窮嘅眼光哦。在的分享今天的来宾，我们的街舞明星杨乃老师。Hello。哇，老师，您做底下按死本内容哎，他跳舞懂厉害呢。谢谢。哇，全场都在呜。对。所以跳舞对你来讲就懂像家讲，本唔轻松人生哪有一个高峰？对。你那时候立志就要当台湾第一。对，那时候记得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是其实可能妈妈家人啊，就算是一个逆贵人，就觉得说你那不行啊，那跳舞以后危险啊，然后又不能干嘛啊，对不对？要好好找工作啊，好好读书啊。那你没有打退堂鼓吗？没有，对。你就当比看的吗？你就做比看，有刚强的精神。对，我就觉得那我要做，我就把它做到最好。所以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说那我要跳到台湾冠军，世界得名。对，想说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也可以让我自己可以有收入，然后可以让我自己做到真的是在台湾冠军这样。哇，也係看到嘅楊乃老師吼，佢係已經成功嘅吼，也還沒發展佢嘅事業發展到同好。不過我同好佢講，在還沒有達到成功之前，你會有成功的分母嘛？就會面對你嘅失敗。哎，對。咁我講啊。懂辛苦啊，哈，我要練舞，要去那去沒平頭前，沒天沒水，要去那又抽鬆。你應該遇到很多讓你覺得有受到打擊的事情。對，其實那時候就是比如說家人的反對啦，這些聲音其實也是會打擊，但是內心就會想說要證明給他們看。然後在受傷的一些打擊啊，就是
比如说我们练舞有时候都会受伤，那我比如我右手受伤，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哦，那可能老天爷在考验我，叫我练左手。哎呦，每次你懂赞美，因为你有个正向乐观的思考。对，你会不会get问题？你不是钻牛角尖。对，就想说可能他想要考验我吧，那我就练就是左手。那可能双手都受伤，那我想说可能要叫我练脚。就是那样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也帮自己去做转念。对。那还有就是可能在比赛啊，其实还是一开始都会输啊，都会做得不好啊。其实我后来回想，就是那时候做的一个好的事情，就是每一次比完赛，我们都会去问那个评审，就说我们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问到，就是我们已经拿冠军了，就一路一直问到拿冠军了，然后评审还说你们都冠军了，干嘛还一直问？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那个 TVC 的柏青老师这么说的。哇，对。哇，好学不倦，不耻下问出错哎。对。后喊呢喊啊后。对，就是一直看自己有没有哪里可以更好的地方。古时候安尼遇到动刀给困难的时间，你就一直鼓励自己，从来没有说啊，磨练嘞，生嘞，辛苦。对啊，还是会有。记得有一次比较严重，那时候是右手受伤，那我的招式都比较多是右手，然后那我们地板动作要做很多招，所以就没办法呈现，然后就是会一直觉得很沮丧。所以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可是还是要继续往前啊。可能因为那时候的目标很明确，想要一直到台湾第一。那觉得说，那我手受伤，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手严重受伤，所以才转念说，那不然我来练脚。对，然后后来练脚练得很认真，练了2年，才得了一个就是我们有街舞的一个这种比赛，这个脚的比赛冠军。对，就是觉得因祸得福啊。对。你发展黑那后一条路，反而发展出自己很独特的路。对。讲你自家的练舞的过程当中，刚刚讲到遇到困难挑战时，你就会对自己信心喊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考验自信跟耐力的过程。对，懂坚持。就是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常常就会跟朋友分享，或是跟自己讲说，就是我们一定要会转念，就说它一定是给你一个考验，希望你可以更好，希望你可以再往别的路发展，可能别的路是你的目前比较缺乏的。对，那他暂时先把你封印你的优点。对，就是希望你可以再更茁壮，或是更全方位的去发展。那时候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对。公你自己也好发展都也好，你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经营者的角度。比较退居幕后了吗？对，算是已经幕后了。跟你一下有搞懂的小朋友、孩朋友嘛。对。当他们在练舞卡关的时候，你只要尽量就会巩固本基的堂。会，就会分享很多的经验告诉他们，就跟他说，其实就是我们就第一个会跟他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今天会受伤，可能就是肌肉啊或协调性不够好，那我们可能就是要针对于身体上的这些去做提升。对，那第二个呢，会可能受伤，或是觉得一直做不好，那基本上我就会带给他欢乐。对，人是这样子嘛，就是当他跳舞跳得开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其实也没有这么痛苦。对，就会提醒他说，那你为什么比赛，比如说比赛输了，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来开心一下啊。那你今天在比赛中获得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开心的？那有什么东西分享一下，或者你觉得有什么趣事，就是让他转移一些焦点这样子。对。那你讲起来学跳舞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舞头都会就是要下苦功，对，就会基本功就会苦练就出来。不过黑不黑比较起来街舞它相对好像是比较轻松一点，比较欢乐一点，比较多趣味性，你知道吗？就是在街舞的过程中，应该会比较多的是发掘自己的性格也好啦，或是发掘自己的内在想法。就是跳到后面，就会发现说，其实跳舞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对，就是早期跳舞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想要呈现的是动作，然后后来就展现想说，我想要展现的是对于音乐的美，后来先展现的是想要自己展现自己的个性啊，比如说我的个性很开朗，我就喜欢用开心的方式跳舞。那有些人觉得我喜欢酷酷的，耍帅，对，那我就是用帅帅的
的态度去跳。对，其实就是一个个性上啊，或是你喜欢的方式去做呈现。对对对。按你讲了，它是好像分不同的阶段，对不对？对对对，没错。因为街舞底度也是有所谓的排舞，就是太嘎跳空用对。但是人家看到有点像 battle 哈，在比赛跟这件事情，好像蛮多是随着音乐。来第一个，我现在 battle 放什么音乐？你觉得跳马舞，它是一个很创作式的。对。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学基本功，然后后来就是要开始去创造，要去做发想，就说那我要怎么样跟别人做的不一样，就会开始去想，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所以在创造力这一方面，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那再接下来就才知道音乐啦，然后在心态上啦，然后 battle 啊，然后这个随机反应的能力，对对对。因为有人就讲，哇，你看那个街舞的比赛哈，好像他们有一点在呛虾的感觉，因为改个通常就讲，我你要讲走马来通走的时间，那评审就会评讲，对方有没有一些回应？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对话？所以他就是很即兴、很创造的。高迪度呢，会展现是不是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 张威扬。对，就其实，在比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评审当然就是看你的难易度啦，或是音乐啦。那其实到后面就是真的在看的是你自我的呈现，你呈现出来的整个完美度。到底是音乐也好啦，难度也好啦，创意也好啦，更深层一点点的，就是你的表现出来的态度。态度就自己的风格。就是自己的风格。然后想要开心的，我刚刚说的很耍酷的、嬉闹的，对，就是不同的风格就会呈现不同的感觉出来。按你讲起来，其实真的不简单，因为你要到最后自己的风格，刚刚讲你舞基本功要跳得好，音乐的节奏感也对也多，而且你要对到很特别的拍点，对，够做得展现自己。没错没错。老师应该最起码要练10年，系吗？3年就可以了，3年就可以。3年出周的3年很认真练，3到5年就可以展现自己的风格。古总也哈搞最小的小朋友还几多岁？哇，幼儿园小班，大概对。3岁3岁开始跳，就开始跳了，教过最小的。跟年纪最大的呢？最大的40多岁，快50岁。还冇算老啦哈。冇算老。有阿公阿婆来跳吗？有，但是我没有教过。阿公阿婆没做来跳街舞？可以，超。自由给的很甜，就是跳一些比较轻松的轻松的摇摆的开心的，不要做地板动作。对，不要做地板动作，做地板动作会比较危险一点。但是还是有人做，但是还是不太建议。对。要遵守一个艺术，要遵守运动都会懂哈。刚杨乃老师分享过，可能係3歲，其實聲也唔會停頓啦，一直到阿公阿婆60、70、80。出咗地來跳舞哈，但係他現場多陣啦，要同大家推薦佢當喜歡嘅舞蹈家，韓國呢佢自家來做教育，佢看到嘛嘅教育嘅現場呢，多陣啦，繼續陣到呼起來喲。大家轉到呼起來咧，今日 Rita 喺節目當中來聊聊街舞嘅達人呀，楊乃老師哈，強下來唱教哈，強下來學習啊！再次的分享，楊乃老師你好。先生剛才頭前他很講哈，跟你講話就覺得你很陽光，同跳舞時就那種活力四射的感覺，就是連結在一起，吃到懂快樂哈。你再一次分享，你是高 C。唔敢講以前很害羞內向，不過做咩唔會敢去跳舞啊？那時候
是因为就是好像算是工作，然后就是去服饰店，然后接触到那个服饰店的姐姐，那刚好他们的那个男朋友是跳舞的，对，然后他们就有时候会来，然后说一下，然后在那个店里面秀几招，然后我想说哇，太帅了，对，好帅啊，对，然后那时候刚好那个流行衣服的杂志也开始有在介绍舞蹈的这些东西。哦，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开始接触到，然后他们就帮我们介绍说，哎，如果你们想要学，可以跟我男朋友学这样，对，然后就开始接触到跳舞。就有人讲哎，就是这样蛮潮的，啊，对，啊，古时候按你就开始就跳出兴趣的哈。对，那时候就开始跳了。而且每一个达人大师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达人大师。来，今天出来呛高杨乃老师，突然的分享哈，你自己非常欣赏的舞者、舞蹈家黑马英。我最欣赏的是给我人生很大的改变，叫做那个 B-Boy Machine， 哦，这是在世界的一个舞者。那因为那时候以前我们跳舞的时候都是练一些比较难的招式啊，这样子对，但是那时候对于音乐还没有太大感觉，就像大家常讲的，这个肢体有点不太协调。对，然后那时候是因为看到这个舞者，然后他在国际的表现，哇，那个音乐这个动作跟这个音乐是完全融合在一起，哇，然后呈现的音乐的方式也很特别。那因为这样子，然后影响到我就觉得哇，原来跳舞就是要跟着音乐一起流动。哦，那时候就启发了我，就把音乐跟舞蹈这件事情把它做很好的结合。哦，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分开就没按成功嘞。啊，对，分开就是怎么音乐是音乐，怎么你跳的动作是这样，没有斗在一起。要跟练习吧哈。古时候那个大家做按那个。很好的练习功要看 B-Boy Machine。对。韩国杨乃老师的样片，网络上现在找得到吗？找得到很多，很多。哦，不过泰卡会跟我，其实我自己要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到底什么音乐才是好音乐啊？哦，好音乐这个定义很简单，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个就是好音乐。对，因为每一个阶段会不同，每存的心情不同啊，年纪不同啊，会喜欢的风格的音乐也会不同。那你如果听到这个音乐你很喜欢，那你就跟着它跳，那你就用学会自己的基本动作，然后跟着你喜欢的音乐去融入它，去融合它，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很棒的舞蹈。哇，对，所以只要自己喜欢的都可以。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是看Machine，然后后来就发现哦，原来要这样子。后来就是回来看台湾的电视节目，很多歌唱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很多的歌唱比赛，我就更懂得说哦，音乐是怎么去呈现它，然后我就开始听的舞风就很广了，不管国语啊，然后甚至客语啊，然后甚至一些不同的不是街舞的音乐类型我也都听，然后试着用我的舞蹈动作去融入这些音乐。按你是一个浓厚的风声呢。对。古时候嘛，给音乐就做会跳。对，古典音乐也可以。可以。天鹅湖没走得跳走。没问题。街舞。对，就是动作做得很慢，然后这样子的街舞。可以。按你没走的哈。对，因为有一段时间都是在教学生做这件事情，对，让他们是用不同的体验的方式来去做，学街舞，就是让人家不会觉得说breaking 这个舞风就是长这样，用不同的音乐类型来呈现这样的舞蹈。古时候按你讲起来，虽然街舞有某腔用嘅 style， 某腔用嘅舞种哈，对，但是加上某腔的音乐，其实它就不受限了。对，没错。今天有好多呀哈！跟老师，你对舞头安有热情，你为什么要退居幕后？你为什么要开这个舞蹈班？这个黑毛？对，那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个点，就是那时候台湾比较少有小朋友然后学舞，然后以前大家就说那个跳舞啊，这个功课很重要啊，怕会学坏啊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经历过，然后拿到很多的冠军，然后同时带给我们人生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就会希望可以把这一个精神，然后传承给更小的年纪，然后但国外很早就在从小学啊、幼儿园开始栽培，但是那时候台湾还没有，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开了才艺安亲班，就是教小1到小6这个年纪这样子，希望可以让他们更早接触到街舞，然后更有想象力啊，然后更有自信心。对，古时候这个就跳出去。
变成教育家了。对。跟其实来到教育的现场哈，我看到第一先去讲面对你嘅学生诶，跟面对家长哈，有的人就会讲哈，生日动好跳，可能有爸爸妈妈讲啊，安尼吼。生日敢会讲一心爱跳舞听听，你会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哦，就是我会跟家长去做一个沟通，跟他说，其实在小朋友这个阶段，那学跳舞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们成长阶段，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有更多的创造力要去发想，所以在他们现在大脑是可以完全吸收的情况下，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自信心。同时，在学街舞，你会有舞台，那未来他要当一个领导者，他就是要有自信心，有舞台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想法，他的喜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对，所以我就会跟家长说，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家长他来给我反馈说，他的小朋友因为学了跳舞，然后在台上那个英语演讲变得很有自信心，然后同时也得了名这样子。对，他就是非常感谢我说，因为他学了跳舞变得有自信，敢表达他自己。本身也知道，我可以把一件事做得好。给起松腿以后，他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场面，给出唔讲哎。对，就不会害怕了。那老师现在从事这个教育几多年的时间？哇，大概有6年的时间了。对，就是没有从跳舞，然后退居幕后，然后再经营后面。这样呢，有那个懂难忘哎，有很难忘的教学的经验吗？会教过很特别的孩子？哦，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个那时候学生，然后是来学跳舞的时候，然后教室他都是躲在后面，然后默默的，就是不太敢表达他自己。他只有看别人跳吗？对，他自己也有跳，但是他都一直我记得3个月还是4个月时间，他都一直在小角落。然后慢慢这样学，然后我们有一些开放式的教法，轮流大家在舞台上，然后围一个小圈圈，然后他开始练习慢慢表达。那记得2年后，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外面不管是上台啦或是说做表演他那时候就跟我分享说，当时因为我教了他跳舞，所以让他更有自信心，然后更有这个可以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内在。而我觉得这个感觉就会觉得就帮助了一个人，然后那个感受就很深。喜欢跳舞的朋友真嘅做得，反正老师讲你喜欢的音乐，你喜欢嘅，你想用会跳就用会跳，唔敢分配查看自家的舞卡跳咩做得给老师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安道看到你的舞蹈。然后一路按坚持，到以下咩动成功拿到冠军，世界在台湾冠军，还够以下变成另外一个好像在撒种培育的人也系闹一个歌唱真嘅非常感谢先生。唯一非常的可惜，就是老师今日喺节目当中都冇跳舞，那有安尼咯，跳一下。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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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有高管冇？冇高管吗？真係上面看楊乃老師佢有當到嘅樣片，然後同大家分享家先生講有咩當好嘅素材，大家做嚟聽嚟運動今日再次非常感謝先生嚟到節目當中分享。什麼大家？什麼先生？看到了先生安排條分享安怎嘅內容，咪希望今晡日了舞蹈街舞嘅內容做得本大家有一隻新嘅靈感，本日生活當中有很多嘅創意，很多嘅樂趣咪邀請大家等下聽人先生來做運動了，希望大家收看，長來了。